如果没有当年香港乐坛的黑幕，或许陈慧娴绝对不会被逼着离开。你当时走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站在了香港乐坛的巅峰，你会不会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惋惜？因为否则的话，你可以在歌坛站得更好的位置。89年，陈慧娴在被梅艳芳打败后，接连在红馆举行了6场演唱会的当天，便选择了告别歌坛，前往美国留学。可就在陈慧娴在上大学的期间，唱片公司也曾多次想邀请她能够回归，毕竟当时能和梅艳芳5-5开的歌手，唱片公司怎么会放弃这个翻红的机会？但每次想到1989年的颁奖典礼后，陈慧娴便觉得香港或许真说最后陈慧娴答应为唱片公司利用假期的时间创作一张专辑。香港乐坛新人的不断涌入，很快陈慧娴就迎来了第一个危机。想到的是，陈慧娴在放暑假时所发行的专辑《归来吧》，其中的主打丝毫不亚于89年的《千千阙歌》。有見雪飄飄於傷心記憶，讓我再想卻掀起